我的家人在后面也可以举手哦。OK，那我要数1、2、3喽，还是你数啦？换你。星辰，再大声一点。开始喽。好。3、2、1。没有人。没有人，我就说我的名字太难。那里，好，麦克风我过去。先跑。阿姨非常好，帮他拍拍手，送你一个礼物，喜乐的这个，喜欢吗？哇，太好了，谢谢。时间掌控的非常好，我们还有最后30秒就要7点了。OK， 那我们请我们的童工把灯给打开好吗？把前面的灯打开，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圣诞晚会喽。可以吗？灯。那个座位的灯帮我打开。1、2、3。OK， 打开了，时间刚好7点整，我们准备开始哦。首先，我们第一个表演就是手钟，然后是由我们美丽的陈燕慧老师所指导带领的哦。对，那因为呢，我们的维恩主持人他也是表演的，对，所以我让你赶快下去换装，然后呢，我这边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今天呢，他们要表演的曲目是《O Come O Ye Faithful》。那这个手中呢，他的声音，今年我也是有跟他们一起稍微练过，我觉得他声音真的非常美妙，很华丽，带给大家很多的希望盼望。那我们就直接听才知道他的声音有多美妙。我们开始为他们拍拍手好吗？我们看到舞台的右边哦，这就是他们的表演，可以开始来欣赏。准备好的话，我们就直接开始，谢谢。
掌声鼓励鼓励，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太好了！不知道大家跟我一样有没有一样，在刚刚听的时候感觉到有好像耶稣诞生的那个画面呢？那首周呢，其实我们在教会有很多的活动，首周的课程也是其中之一。它是在每周六下午2点半到4点的时候，由我们美丽的老师陈英慧老师指导。欢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都来我们办公室可以报名哦。谢谢你们。那耶稣呢，是在这个节日我们会想得到的，对。那他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节日是我们纪念耶稣的诞生，所以刚刚你们的表演呢，真的是很感人。谢谢。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是陶笛的演奏。那陶笛是由 P105乐团，是由钟文新老师所指导的。好，那陶笛呢，我们接下来要表演的曲目有2首，第一首是《爱的礼物》，第二首是《Merry Christmas, Bro Love》。好，那这个课程呢，我们一样是在制服艺人学院里面的，它是每周3早上10点到12点的时候。那这个课程呢，其实不只有陶笛，对，我们要表演的人可以直接上来。可以。对。好，我们拍手欢迎他们。那这个课程呢，除了陶笛呀，也有吉他以及口琴。所以有兴趣的话，其实呢，我们的课程都是从周1到周日。哦。没关系。OK， 好，那我们呢，要表演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非常可爱。所以接下来时间就交给他们，我们再热烈的掌声一次好吗？
太可爱了，拍拍手好不好？哇，真是我们一大亮点哎！拍手。我们在等老师。哦，好。对，很欢乐。欢迎大家多多参加哦。今年我们穿的衣服真是被比下去了哎。对啊。明年呢，我相信疫情的状况会越来越好，我们一定要赢过它，精心好好打扮，真的太可爱了，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活动。感谢陶笛的表演，我们接下来是傅国礼的表演。对，那第3个表演呢，他们要带来了歌曲有《圣诞铃声》以及《我相信》。傅国礼是我们吕里长他所安排策划的。好，那这个呢，它也是有活动的，每周一至周五，每周一跟周五的早上8点半都在我们教会的5楼，有我们的教会5楼。对，那他们呢都是很认真的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是我们很好的榜样，我们为他们掌声鼓励鼓励。好，有请你们为我们带来表演，谢谢。
哇，太可爱了，谢谢他们的表演，我们再一次掌声吗？还是对，有请他们。好，还有一首我相信哦。还有一首。准备好喽。来，我们一起打节拍，来，全场一起来。我们不能比他们弱，大声一点。有一起跳的，等一下送礼物好不好？跳起来！前面非常热络，很棒，等下送你们礼物。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在日落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更新鲜，每一刻都精彩万分。I do believe， 我相信，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 I believe，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在日落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更新鲜，每一刻都精彩万分。I do believe， 好看，一起，动起来！哇，好可爱！掌声鼓励鼓励，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刚刚这样转，好像把这个祝福带给大家，对不对？非常可爱，谢谢你们的表演。那我们的上帝是很信实的，我们也很信实，会后一定要来跟我们领礼物哦，好吗？刚刚有动起来的，我都有看到。那个皮卡丘，对，皮卡丘也有动，很棒。我们前面的以及后面的这个弟兄姐妹都有，对，很棒。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儿主时间啦。对，儿主呢就是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的学生，他们接下来，都已经在那边了，太可爱了。
好，那我们准备好就可以上台喽，我们可爱的小朋友。就定位了吗？可以就定位了，我们。好。好，我们需要拍掌，他们才会出来，好不好？来，掌声鼓励鼓励。对，我们这边有组曲表演哦。第一首《蛮有能力》，再来是《主恩典》，最后是《将天敞开》。儿童主日学呢，是我们每周日，跟着10点，跟着这个成人主日学的时间一样，然后都会在2楼，也都有很多活动来带领他们。是，那他们都就定位了嘛，对不对 ？OK 了。OK， 好，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欢迎他们，谢谢。开始表演。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圣诞快乐！经过了2年，疫情没有把我们击倒，我们每个人都长得白白胖胖、水水嫩嫩，包括我们的儿童主日学也是，都长高了、长胖了，而且都变得更活泼了。好，我们讲的含蓄一点，请大家把手借给我，跟着我们的孩子一起跳舞，好吗？据说明天有一个超级寒流，会非常的冷，但是跟着我们跳，保证明天不冷。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主。跟我一起唱，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主。大声点！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主。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儿童主日学。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拥有满有能力，
一起敬礼，谢谢我们的观众，谢谢，太可爱了。好，那我们可以从那边下去喽。来，往那边移动哦。哇，我们儿童主日的小朋友是不是太可爱了？真的是骗人生小孩，对不对？好，那他们就像小孩嘛，那个圣经里都会说的。回转，小孩朋友回转向神。对，我们就像小孩一样，时常维持纯正的样子，然后回转向小孩。像刚刚我们的 AB 他有跌倒，但他也是拍拍就起来，就没事的。我们的生活中呢，也许时常有一些困难、挫折啊。对，但是呢，我们回到神面前，然后回归向小孩。对，靠主得胜，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热烈的欢迎下一组表演，是我们土风舞哦。我们拍手欢迎他们出场。牧师，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跳的这一首印度舞呢，是印度宝莱坞的土风舞，它的舞名叫做《一起跳舞》。那为什么叫做宝莱坞呢？因为印度我们知道它贫富悬殊很大嘛，所以他们的政府就希望那个电影制片者多拍一些欢乐的影片啊。那这些他们拍摄的地点呢，他们想说美国有好莱坞嘛，所以他们这边就叫做宝莱坞这样。那我们跳的这首音乐很好听，它是一部印度电影里面的主题曲。好，谢谢各位。好，谢谢老师的介绍。等一下我们跳舞的时候，你们可以拍手。好，那以上是我们张信德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欣赏这个美好的表演，那就有请开始。我们再一次掌声鼓励，谢谢。बीट है पर कुड़ियां दे नाल बहुत स्वीट है मुंडा थोड़ा ऑफ बीट है पर कुड़ियां दे नाल बहुत स्वीट है ढोंगी सा ये बड़ा ढीठ है वायरल हो गया ये ट्वीट पर फूल वूल करने में कूल तू बड़ी तेज कटारी है शगन तेरी की लगन तेरी की हमने कर दी तैयारी है नच देने सारे रंग मिल के आज हिले डुल के लालू बड़े करारे चढ़ चढ़ के चौबारे करमना स्वीटू आजा मारे आलू बड़े करारे करमना लालू बड़े करारे चढ़ चढ़ के चौबारे करमना स्वीटू आजा मारे मुंडे पेलेंटी मेरे लिए हो गए सेंटी तेरे लिए हो गए सेंटी तेरे लिए हो गए सेंटी तेरे लिए मैं सेट हूँ इस बात की गारंटी पर फूल फूल करने में कूल तू बड़ी तेज कटारी है सहरा बांध के कूद फांद तुझे ले जाना इस बारी है नच देने सारे रंग मिल के आज हिले डुल के ले सारे के सारे ना सारे नच देने सारे रंग मिल के आज हिले डुल के ले सारे के सारे ना सारे खजमानू खाने जोर जोर से शोर वोर कर डीजे गाने बजाने आ रुठड़े रुठड़े जीजा फूफड़ हमने सारे मनाने आ जोर जोर से शोर वोर कर डीजे गाने बजाने रुटड़े रुटड़े जीजा फुफड़ हमने सारे मनाने पर फूल वूल करने में कूल तू बड़ी तेज कटारी है शगन तेरी की लगन तेरी की हमने कर दी तैयारी है नच देने सारे नच देने सारे नच देने सारे रंग मिल के आज हिले डुल के ले सारे के सारे ना सारे नच देने सारे रंग मिल के आज हिले डुल के
만우가네哇，太华丽了！华丽进场又华丽退场，太完美、太美好的表演了。对，之前都没有看过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对，如果很喜欢的话，我们呢每周一下午2点至4点的时候都有在教会上课，欢迎你们来询问。OK， 那接下来我们带来的表演是，接下来就是松柏小组所带来的表演。然后我们松柏小组是一群由我们教会的弟兄所组成的，然后欢迎家中的弟兄都可以一起来参与，一起来认识上帝。我们聚会有破冰、唱诗歌、圣经分享，还有在半年期间都会有郊游还有聚餐的活动哦。好，那我们接着请他们表演的当中呢，稍微介绍一下他们今天表演的曲目。首先第一首是除你以外，再来是感谢神。那一样呢，松柏是我们教会的小组之一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了解每个小组的特性，然后呢，踊跃来参与。好，那我们给予他们掌声，谢谢。
哇，谢谢我们松柏小组带来的表演，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生活中呢，也可以思想到神，让我们明白说，除了他以外，恩典都不在他以外。下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的戏剧，我们是由我们的光颜社青所，还有葡萄小组的家人所亲自来主演的哦。对，那他们呢这一次很棒，是由编剧的话是由谁呢？是由我们的龙泽执事，还有景明弟兄，还有我们的凯儿姐妹。对，那他们的话呢，都是我们社青小组的非常重要的干部，然后呢，这一次投入非常多，大概是有3个月的时间，对，也很久。整3个月的时间。那维恩呢，你本身也是在里面有演戏，我就让你赶快下去准备吧。好，表演开始。好。OK， 那我们的灯后面上。我们这边都准备好，我们先热情的欢迎他们，来拍拍手，谢谢。这是我爸爸，大家都叫他阿豪，职业是一位工程师，一天至少工作12小时，每次回家的时间都已经超过晚上8点了。我回来了，今天工作好累哦。老婆，煮好晚餐了没？我肚子好饿哦。这是我妈妈，大家都叫她阿碧亚，是一位家庭主妇，平时很爱生气，最喜欢做菜，但是能吃的只有炒蛋。老公，你回来啦！现在是几点了？你怎么每次都那么晚回家啊？换完衣服，快给我坐下来吃饭。这是姐姐，目前是高3生，准备考大学。最近学校常常考试，压力很大，脾气啊就跟妈妈一样，肯定是亲生的。是在哈喽，可以吃饭了没啦？我等等还要读书呢，考不好是要算谁的啦？我是弟弟，大家叫我小强。没错，就是那个最常被用来当笑话的小强。国中1年级，平时很叛逆。这是我的故事。好了啦，别吵了啦，可以安静下来，一起吃饭吗？儿子啊，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就要深呼吸，然后跟自己说，这个世界多么的美好，空气多么的清新。来试试看。这世界多么的美好，空气多么的清新。没感觉。这就是我的家庭，每天气氛都是这样。哦，有够烦，我真的好想离开这里呀！
我是对教育充满热情的老师。Yes， 再过20分钟我就要下班啦。诶，怎么有种奇怪的感觉？今天班上的臭学生应该不会又惹出什么事情吧？哎，算了，先来想想晚餐要吃什么好了。麦当劳、肯德基，还是……老师，我只是说了几句话，小强就打我。彩恩，你别逃，吃我这一招！小强，别跑！嘿嘿，来抓我啊！你给我站住！哎，小强，你到底有没有听到老师在叫你？哎，你刚刚为什么要打同学？他嘲笑我家里没钱，又笑我考试很烂，还说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那你就可以打他吗？虽然他那样说是不对，但你也不可以出手打人啊！哈，难道我就要乖乖被他骂吗？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对老师讲话可以那么大声吗？走，跟我去一趟训导处，叫你爸妈来学校一趟。这真是太不公平了吧！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小强，你为什么不能像隔壁的小王，成绩好，又乖巧听话？是彩恩先嘲笑我的，我为什么不能反驳他？他就欠打啊！你都不问我原因，就直接骂我，会不会太过分了啊？你还敢顶嘴？好了好了，我们先安静吃饭。吃，你就只知道吃。你孩子都在学校打人了，你还吃得下饭？你不知道他就是被你宠坏的吗？什么？我宠坏的？他脾气明明就跟你一模一样。孩子不就是你教的吗？我上班已经够累了，就不能先好好吃饭吗？
对对对，孩子都是我在教，家事都是我在做。你到底为这个家付出什么？好烦，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对啦对啦，都是我的错，你们不要再吵了，我不应该待在家里。哎，小强，你要去哪里呀？你要去哪里呀？今天的菜也太丰盛了吧？咦，怎么都没有人要吃啊？有够衰！今天到底怎么了？怎么会发生这么多事情？啊，是啊，刚刚冲出来，身上没带钱，肚子好饿哦。少年，弄着啊，弄着人是要回失礼你啦，哈！对，歹势啦！我唔是大的啦，大的是伊，大的，请坐。老大，你看伊弄着我，足疼的，呜！哎呦，有够可怜的啦，都会甲你呼，都会甲你笑啦吼。同学，来啦，同学来，我甲你讲啦，弄着人爱回失礼，这是基本的礼貌呢哈。啊，恁爸爸妈妈无甲你教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若是讲对不起都有路用，安尼要甲警察创啥啦？对，阮是歹人，袂使叫警察啦。同学，你没看到我们后面写的是什么字吗？卢曼，是一种鱼的意思吗？少年，对我俩卢曼懂不懂？老麻啦，是看无你啦。对，你看他不识字啦。哎呦，可怜哦，这就是无好好啊读册的结果啦。这样谁看得懂啦？我讲一句，你就应一句，啊，你真正有遐歹教呢？你敢唔知阮是对一个堂会的吗？是好棒棒糖，是真奶大杯半糖啦。阿明啊，这颗欠拍啦，甲处理一下。搁应嘴应字，哈！哎呦喂不要打我啊！
我的妈！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哦，好饿哦！今天早上打人，现在换我被打，明明都不是我的错，老师、爸妈都不理解我，也不听我解释，都没有人爱我。真希望有人能够理解我啊！小强，小强，你怎么会在这里啊？你的脸色不太好呢。Are you okay？ 还好啦，只是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情。是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如果你愿意的话，都可以跟我说哦。今天爸妈为了我在学校的事情吵架，没吃到晚餐，刚刚又遇到流氓揍我，现在又饿又累。真的假的？啊，我现在正好要去教会耶，教会应该会有一些食物或是小饼干。虽然不能让你吃饱，但我想止饿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教会看看呢？好吧，反正我也没有地方可以去。那我们就一起去教会吧。地点来到了我们的教会，他们正有诗班的表演。接着小强他们等一下会走到教会，看到他们的表演哦。表演的曲目有《我的心啊》以及《有一位神》。
哇，这是什么地方啊？有好听的音乐跟好吃的食物呢。这里是教会啊，大家都很有爱心，而且大家聚在一起都有兄弟姐妹的感觉哦。真的吗？这也太神奇了吧！小华，你旁边这位是？这是我的朋友小强，牧师，他今天遇到了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心情很不好，希望牧师可以陪他聊一下。牧师你好，我是小强。今天在学校同学嘲笑我，所以我忍不住动手打他。爸妈因为我吵架又不听我解释，刚刚又在路上被流氓欺负。我现在不想回家，我不知道哪里是我的家。亲爱的朋友们，有人说家是避风港，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被家庭伤害。我不晓得小时候，也许我们曾经都有过被感觉上被父母亲伤害的经验，或是被兄弟姐妹比较的经验。或许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感受，觉得在家里面是待不住的地方，想要逃离这个家。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个人，这个人他也不想留在家里面，他想要离开家。他的家里有爸爸有哥哥，但是他觉得家里面他是一个孤单的人，他觉得外面的世界非常好玩，外面的世界很好，我为什么要待在家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常想要逃离这个家，但是却又进到另外一个可能让我们会得到伤害或是不舒服的地方。这个年轻人，当他离开家的时候，他跟他的爸爸 say goodbye， 然后说：“爸爸，请你把钱留给我，把钱汇给我，我要出去外面去打拼，我想要去过我想要的生活。”亲爱的朋友们，并不是出去外面不好，也不是出去外面是一件错误的事情。然而，当你的生命不够成熟的时候，当你一直觉得你所在的地方不够好，当你一直觉得你所在的地方是很糟糕的，你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仍旧是一样。曾经有人问刚搬来社区的一对夫妇，一个朋友说：“请问你们是怎么搬来的？”这一对夫妇他们来到社区的时候，他们就跟这个总干事说：“我们过去的社区多么糟糕，那个状况多么差，我们想要搬来一个好地方，不知道你们这里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在这边能够长久居住的地方？”结果后来这个总干事就跟他讲说：“我不能够跟你保证，或许有一天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很糟糕，不适合你住。”又有另外一对夫妇，他们搬家来到这个社区，这个总干事就问他说：“请问一下，你们为什么会搬到这个社区来？”这一对夫妇他们就说：“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所以我必须要搬到这个地方。但是我过去的社区，我以前所在的地方是好的，我喜欢我以前的地方，只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必须搬来这里。”那这一对夫妇他们也是说，不知道这个社区是不是适合我们能够来居住，或是能够常住的地方。后来这个总干事就跟他讲说：“希望你们可以在这边过得愉快，因为如果你们喜爱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里的人相当的可爱。没有一个地方是完美的，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完美的家，希望有一个快乐的家，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地方，成为我们常常能够住的地方。但是事实上，不可能有一个完全完美的地方。所以这个人当他离开家的时候，圣经里面说，这个年轻人当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去挥霍他所有的一切，因为有钱了，所以我想要去购买一些我想要的东西，我要跟朋友喝酒，我要去吃美食，我想要去做我想做的，这一切都非常的好，感觉非常的美。
但是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当他每一天都付出这些的金钱，每一天都花得很好的时候，有一天他发现口袋没有钱了。你知道有些朋友，只有在你有钱的时候才会来找你，没有钱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离你远远的。你知道最好测试朋友的方法就是问他说：“朋友，我现在缺钱，如果我要跟你借点钱的话，不晓得方不方便？”不好的朋友，你会测试到，当你要跟他借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啊，对不起，我没有啊，我不能够借给你啊，我没有办法来帮助你。”所以，当这个年轻人他要去到处跟他过去的朋友要借钱，要希望能够跟他们能够恢复过去那个很快乐的生活的时候，这些朋友都说：“对不起，你现在没钱了，我们也不想找你了。”现实的生活让这个年轻人他发现，原来在家里才是好的，在家里面，父母亲不会因为你好不好，或是你表现的好不好，以至于要想这个对你的表达或是表现，他们要考虑的事情是：你是我的孩子，不是因为你的表现好不好，而是因为你就是他的孩子。父母亲不会因为你有好的表现或是好的成绩才爱你。没有一个人在他的环境里面不需要条件的，唯有在家里面，父母亲不会因为你有这些的，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表现或行为，他们才爱你。以前我也是误解这样的事情，以前我也认为说，我必须要考试考得好，我必须要有好的行为，以至于这样我的父母亲才会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人的爱或许有限，或许真的父母亲有时候也有限，他们也会因为有一些条件而去决定，或是去做出对你的态度。然而，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的表现好或不好，他就改变对我们的态度。上帝仍然对我们是爱的，上帝仍然对我们是接纳的，上帝仍然对我们是关怀的。当这个年轻人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甚至说：“我想要去养猪好了，我去养猪好了，因为我没东西吃。”年轻人当他去受苦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醒悟过来，他说：“我家里有田，我家里有钱，我家里有饭吃，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吃猪的食物呢？”亲爱的朋友，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个孩子，你会做什么选择？这个孩子说：“我不敢回去跟我的老爹见面，我不敢回去跟我的老爸来要一碗饭吃。”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我的父亲，我还是回去跟他讲说，请你把我当仆人一样。”当这个年轻人他想要回到家里的时候，其实他不知道，他的老爸爸也在家门口等他。他的老爸爸也在家门口等他，说：“我儿啊，我儿，你什么时候会回来？”这个老爸爸每一天在窗户外，在门口，在远远的地方，在离家远远的地方，希望他的孩子回来。当他有一天等啊等，盼望看到孩子回来的时候，突然间他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往他的家里的方向走。这个老父亲多么的高兴！各位，如果你有看过在圣经里面的故事的时候，或是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一个当爸爸的人跑起来其实是很不够庄重的。这个老父亲当他跑去要去接他的孩子的时候，对当时的人这是不够庄重的事情。一个男人，一个老男人不应该是这样跑过去的，他应该是稳步前行的。但是圣经里面说，这个老爸爸他是跑去，而且去抱他的孩子。这个孩子他说：“爸爸，我得罪了你，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希望你把我当成一个仆人。”然而这个父亲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把家里面最好的牛抓出来杀了，来办个宴席。他把家里最好的衣服拿出来给这个孩子穿上，甚至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他重新再一次的接纳这个孩子回到家里面。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教会是上帝的家，也许我们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
像这个年轻人一样，或许我们有时候不懂事，也许我们偏离了路，也许我们可能走差了路。圣经里面说，我们好像羊走迷，个人都偏行己路。然而，有一位老父亲正在等着我们。亲爱的上帝，亲爱的天父，他正在等着我们回到天父的家里。教会就是天父的家，但愿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家。上帝永远给我们有机会，永远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或许你觉得我很糟糕，或许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然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上帝都接纳你，都爱你，他愿意接纳你进到他的家里面来。所以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你第一次来到教会里的，或者是你第一次听到福音信息的，期待你能够回家，回到天父的家里面。这个家永远欢迎你，这个家永远是打开大门接纳你的。虽然过去的生命里面，你可能会对这个家有一些的误解，或许你对这个家有一些的排斥，或者你可能对你的原生家庭有一些的拒绝，你不希望再回到那个过去的那个状态里。然而，这里有天父上帝的家，他重新接纳跟接待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到这个不会因为你需要有任何的条件，或者是需要有好行为，或者需要有一些好的表现，他才接纳你的这位父亲，这位天父上帝。不管我们的表现好或不好，他都接纳我们。亲爱的朋友，愿上帝祝福你，让你能够回到上帝的家里面来。我们期待在家里面，我们预备好丰盛的宴席，属灵的宴席，期待你能够来领受上帝的丰富跟恩典，超过你的想象。期待你回到天父的家里，再一次的来享受上帝的爱。愿上帝祝福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要为今天晚上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献上祷告。他们回来到天父的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这个家是你的地方，是你所爱的这一群孩子们所来到的地方。愿你恩待他们，让他们过去也许离开家，过去也许不晓得这个家对他们是好的，然而现在他们要回到这个家里面，他们重新要再一次的回到这个家里面来。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回到天父的家，能够享受在主里面的平安。特别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上帝的爱何等的奇妙跟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回到天父的怀抱里。即使我们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然而上帝仍然接纳我们这样的罪人。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祝福我们所有来到当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有机会回到天父上帝爱的家里。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小华，这是个好有趣的故事，我第一次听到耶。对啊，这是圣经里面浪子回头的故事哦。咦，小强，你怎么在这？哎，姐姐，你怎么也在这里？我都在教会读书啊，爸妈还在找你呢，快跟我回家吧。那，拜拜。爸妈，我们回来了。小强，傻孩子，你跑去哪里了？爸爸跟妈妈出门找你找了好久，很担心你呢。
刚刚我在教会读书，遇到弟弟，就把他带回来啦。高飞 Church？ 对呀，牧师还跟他分享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呢。我听完牧师分享的故事，我对于今天打人的事情感到非常的抱歉。我也不应该离家出走，让你们担心。我星期一会去学校跟同学、老师道歉，我也要跟你们说声对不起。没事啦，没事，人平安回来就好。对呀，没事就好。小强啊，妈妈也想跟你说声对不起。我应该先听你讲，而不是先怪你、骂你。今天是不是星期六啊？对呀。附近是不是有一间荣光堂教会呢？对呀。那我们明天一起去教会吧。跟我们一起唱这一首最熟悉的歌曲，好不好？好。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女。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共享复活的生命。上面的朋友挥手，共享生命的喜悦。下面的朋友挥手，爱中面前，因着耶稣同手丰盛的产业。让我们一起互相拱手问候，好不好？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后面的朋友，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女，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面前，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谢谢大家，圣诞快乐！圣诞快乐！为他们掌声鼓励鼓励，谢谢他们带来精彩丰富的表演。那中间呢，我们有一个桥段，礼物才送出一点点，所以现在我们准备了5道题目哦。好，有奖征答，有请 PPT。帮我们放出来。刚刚如果有专心看的话，应该都会答题哦。请问第一张出来了吗？好。这个，请问这个是刚刚戏剧中的谁？对，你们先看一下，你猜得出来吗？我好像有点看不懂哎，真的吗？好，我们就是举手，一起举手，对，一起数1、2、3。等我哈，一起数1、2、3，然后请牧师看好。我们请牧师帮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用你的鹰眼。牧师来这边。牧师，你帮我们数1、2、3，然后你来决定。来，准备啊！好，1、2、3。哦，好，这个后面这个，最后面这边。好。对，这个吗？好，刚刚站起来老人家旁边这位。来，哲宇旁边。哲宇。来拍手，谢谢。你还没回答。哦，你还没回答。还没回答就中了。牧师。啊。是牧师吗？是牧师吗？啊，对了。哇，太厉害了，答对了。那我们第2题，请上。哎，
这是谁嘞？他有3只手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任何想法？我们请老师来帮我们看一下，老师来帮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来，1、2、3。哦，这那个姐妹吗？好，那个姐妹。好。那你去跟他。老师。答对了，是不是那个老师呢？音乐老师。好，那我们有请第3题哦。好，那第3题我们有请我们的小强来帮我们问问题。小强，你来数1、2、3。我妈。1、2、3，好，我们选那个前面这位同学来，请说。黑帮老大。黑帮老大是吗？没错，他刚刚蹲出来很久了。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好，我们看再一题。我们就让黑帮老大来，我们数1、2、3。再一题，黑帮老大，帮我们来数一下1、2、3。前面，来，我们来猜猜这个是谁哦。来，1、2、3。再一次。我们来猜看这个是谁？不是我了，不是我了。有换图。换图了。提示是男生，好，就这样。1、2、3。爸爸。爸爸。是爸爸，是爸爸。哦。哎，他们都不知道，是不是还有1题啊？这个还有吗？哦，还有1题耶，我觉得这题也很简单。这个应该很明显哦。那我们也请我们老师来。来，我们请我们预备备哦！1、2、3，举手。穿白色衣服的小朋友。是妈妈。好，还有题目吗？哇，还有1题耶！好。对啊。什么？还没有。我们请。什么意思？好，那现在我来数1、2、3哦，那我们一起看。好，先放下来，这边小朋友先放下来。好，1、2、3。哇，这边最快。流氓。哇，是流氓，答对了，帮他拍拍手。卢曼。还有吗？还。哇，还有。对，我们今天礼物一定要送完。好，那我们下一位有请，那就请我们的卢曼好不好？卢曼。来猜一下这张是谁？我喊1、2、3哦，举手。预备，1、2、3。好，这个小朋友举很多次了，给你一个机会，你猜看是谁？小强，讲啊，快点啊！妈妈帮你讲了。小强。好，小强是小强吗？是吗？哎，真的。还有下一题吗？还有。哎，还有，这是，哦，我觉得我猜得到哦。好，那我们就请这一次帮我们规划的这个龙泽之师导演。大家好，那我数到1、2、3哦。1、3。不好意思，我眼花，我再一次好不好？3。哦，你比较快哦，厉害。那是谁？小华的姐姐。小
小强对小强的姐姐，是我没有不是呢？哇，厉害哦！还有吗？还有人？还有哇，是谁啊？哇，这个有点难吼，对不对？那就有请你自己数喽。好，手放下来，我们再来一次。3、2、1。你有看到吗？好，这边。哪一个？好，那我们那个妈妈好了，那个妈妈。好，华答对了，帮他掌声鼓励鼓励。哦耶！好，还有题目吗？我们来看一下，应该全部的演员哦都结束了，我们再次掌声鼓励鼓励。也谢谢我们那个泽宇执事做的 PPT， 谢谢。对，谢谢泽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节目是手语，好，有请他们，我们掌声鼓励鼓励。这边可以现在讲。手语律动是由张乔芳老师所指导的，然后他多才多艺，在手语上面融入了铃鼓的元素，让手语产生更生动的表演方式。那上课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到2点到4点，大家一起可以快乐学习哦。好，那现在我们再一次掌声鼓励鼓励。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看见我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我可以呼吸到圣洁的空气，因为你宝座在这里。奇异恩典领导我，当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重新得力，当我全心全意赞美你。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看见我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我可以呼吸到圣洁的空气，因为你宝座在这里。奇异恩典领导我，当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重新得力，当我全心全意赞美你。奇异恩典领导我，当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重新得力，当我全心全意赞美你。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看见我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我可以呼吸到圣洁的空气，因为你宝座在这里。奇异恩典领导我，当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重新得力，当我全心全意赞美你。奇异恩典领导我，当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
谢你们精彩的表演，但是老师，请你留步好不好？老师留步，老师帮我们留步一下。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活动，有一个题目，因为我们今天还是很多还没有送出去。老师，来我们的中间，稍微教我们一下应景的一个手语哦，可能会有点难。好，那我们来教耶稣爱你的手语好不好？耶稣钉十字架，耶稣爱就是人爱，爱就是要有很多的包容哦，爱你，但是你比这样不好意思哈，比人不好意思这样比。耶稣爱。哇，这个有点难哦，我们就选2位好不好？看有没有人会。好，老师帮我们数1、2、3，我帮你看谁最快。好，1、2、3。哇，看到了，看到了。好，来。耶稣爱你，对，好棒，送你礼物。那刚刚也有一位姐妹，她很快，我们请她也站起来为我们表演一次。好，耶稣爱你，对，钉十字架，爱你，对，好棒，再帮她掌声鼓励鼓励，谢谢。好，那我们接着就有请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欢乐歌唱班，来，请为我们来表演。那我们掌声鼓励鼓励他们出场好不好？今天他们会带2首歌曲，表演的歌曲是《知足》还有《野地的花》，你是咱的宝贝。好，主曲哦。对，主曲。那欢乐歌唱，顾名思义就是快乐唱歌。我们的学员呢都能开心的，抱着很美好的心情，透过吴婉莹老师为我们教导。有请开始。哦，3首是。好，我们一起唱哦！再次掌声鼓励鼓励。我们一起唱。
的表演，其实啊，他们准备这些歌曲呢，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我妈妈呢，就是在当中表演之一，我天天都有听她放音乐，真的是非常努力不懈，真的很对，表演很多场，然后谢谢他们的表演。那接着呢，我们欢迎的是恩慈小组。恩慈小组呢，那我们掌声鼓励鼓励，让他们出场。他们要带来的歌曲是《轻轻听》。恩慈小组呢，欢迎你们出场。是吗？可以了吗？准备好的话，我们再次热烈欢迎，好不好？拍拍手。掌声有请。有请恩慈小组的话呢，是我们的姐妹小组，之前的名字是这个，那后来改名为恩慈小组。对，那他们的聚会活动呢 ？Hello， 聚会活动呢是在每周五的早上。对，如果有兴趣的话，都欢迎来我们的办公室询问，然后加入我们。他们呢的活动有静态也有动态，是非常很棒的小组，凝聚力很好。对我妈就在后面，可以。好，我们再次将掌声。对，帮他们拍拍手，掌声鼓励。轻轻听，我
生命里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倾听，我要倾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倾听，他在倾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好，谢谢我们恩慈小组的姐姐所哇的表演。是非常的优雅。那我们请老师老师再留留步步一下，好不好？对，因为我们的这个木响鼓最后一个表演，它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的就是前面有请老师稍微带我们一些动作，然后后面做一个准备。好可，以带一些快节奏的耶诞舞曲，耶诞的歌，耶诞节的歌。We wish a Merry Christmas。都可以，就是老师教我们甩一下比较快，或者是老师有什么想法？对。圣诞快乐。好，圣诞快乐。圣诞老公公，圣诞老公公胡子。胡子。老公公快乐。很高兴。圣诞老。有笑容的，跟小强一样不行。我要请小强好了。对，好，那我们再做一次动作。好。圣诞快乐吗？是。圣诞老公快乐。快乐。好，那我们一样，请老师帮我们数1、2、3，我们就选一位，好不好？选一位。对，好，老师请数1、2、3。1、2、3。这边我们的新平，来，你帮我们比一下好不好？站起来帮我们比一下，来，掌声鼓励鼓励。圣诞快乐！对，圣诞老公公很棒，掌声鼓励鼓励。好，谢谢老师，谢谢。好，那我们的木香鼓也都准备好了，我们再次热烈欢迎他们。好，直接开始。
开始了吗？哦，刚刚那首歌是那个《换位战士》的主题曲，你们有听过吗？那个电影，对。那接着他们要带来是 Feliz Navidad， 就是西班牙的歌。对，圣诞节都会听到的这首歌对哦。，好，有请他们表演。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próspero año y felicidad.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próspero año y felicidad. A todos quiero desearles siempre felicidades y un gran presente. Es el momento de que disfruten en el tiempo de amor y paz. Vivan contentos, vivan felices, en el amor dulce sentimiento. Cantando hoy para que me escuchen mucha paz, vengan a cantar.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próspero año y felicidad.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próspero año y felicidad.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próspero año y felicidad. A todos quiero desearles siempre felicidades y un gran presente. Es el momento de que disfruten en el tiempo de amor y paz. Vivan contentos, vivan felices, en el amor dulce sentimiento. Cantando voy para que me escuchen mucha paz, vengan a cantar.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来相等。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予我永永远远飞去天边海角。相信天公拢会听讲啦，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蜜的苦恼。我来陪你到老，相信天公一定听讲啦，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阮是一张梦，只要有你疼看，会当予我变成世界上水的人。感情无必要打扮，阮是最平平凡凡，爱是一生的希望，不该执迷着永远，缘分无必要操烦，无欣赏别人的红，爱永远的世间。阮用真心来相等，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予我永永远远飞去天边海角。相信天公拢会听讲啦，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蜜的苦恼。我来陪你到老，相信天公一定听讲啦，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阮是一张梦，只要有你疼看，会当予我变成世界上水的人。相信天公拢会听讲啦，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蜜的苦恼。我来陪你到老，相信天公一定听讲啦，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阮是一张梦，只要有你疼看，会当予我变成世界上水的人。喂喂喂喂喂，喂，Hello Hello Hello， 没有声音哎，没有声音。Hello 喂 Hello， 喂 OK， 有声音了，好，谢谢他们的表演，也来到了我们整个节目的尾声喽。是好棒。我觉得这个木香鼓它的声音真的是很好听，很像来到沙滩的感觉。然后配上这个欢乐的圣诞节气息，也是有他表演的方式非常的好听。然后呢，我不知道各位来到龙光堂的感觉是怎么样。其实呢，我来这个教会差不多3年的时间。那维恩你才来1年，你觉得如何呢？我还没到1年。对啊，今年来了，对，才来几个月。大概1-2个月这样。所以，但我觉得还蛮感恩的，可以来到这么漂亮的教会，也可以遇到这么美好的家人们，这样。是教会的资源真的是很充足，对，无论是你们要上课，或者是寻求，谢谢我的手中，对，或者是生活中有一些事情想要来找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那我们就是再次符合我们的主题，我们非常欢迎你们回家。是，那我们接着最后有一个
准备？我们教会会有之后会后会有一个准备一个小礼物，给每个要回家的家人们。它里面有一本圣经，可以送给你们最爱的家人。对，这是一个福音。那我们希望可以不止我们已经受洗的基督徒们都认识上帝，也可以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然后在这个美好的节日，希望大家都平安快乐，祝大家圣诞快乐！谢谢。那回去的时候注意你们的脚步。对，然后在电梯那边会有人发放哦，会有是我们那边有童工会发放我们的小礼物，希望你们谢谢大家今天的喜欢参与，礼物，谢谢。那刚刚呢？刚刚有提到说有跟着做，下面有一起做活动的，刚刚有说要送礼物，对，你们可以来找我领取哦。谢谢牧师。信号，小青回家。有没有要帮忙？我们外面有准备圣诞礼物。